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警民同心，我係警察總局嘅代表劉忠志。大家好，我係消防局嘅代表鄭永耀。保安司陳子敬司長日前主持咗2025年1月至9月嘅罪案統計及執法工作數據簡報會。係啊，嚴重暴力犯罪繼續保持零案法率或低案法率，顯示澳門治安環境繼續保持穩定良好。一齊睇睇當日簡報會嘅情況，同了解下本澳嘅犯罪趨勢。今年首3季，本澳整體罪案數量持續下降，嚴重暴力罪案繼續保持低案發趨勢，犯罪形勢平穩可控，社會治安保持穩定良好。保安司陳子敬司長指出，2025年1月至9月，警方共開立刑事專案調查案件10058宗，較2024年同期減少773宗，下降7.1%，總體治安態勢保持穩定良好。其中嚴重暴力犯罪、盜竊、搶劫、詐騙及電腦犯罪等社會關注嘅犯罪，均呈現下降嘅趨勢，反映出警方各項預防打擊工作之成效。今年首3季，暴力犯罪共錄得187宗，較去年同期減少23宗，下降11%。其中綁架、殺人及嚴重傷人等嚴重暴力罪案繼續保持零案法或低案法率。電話詐騙案、網絡詐騙案及電腦詐騙案分別錄得195宗、436宗及306宗，比去年同期分別減少45宗、285宗及275宗。陳司長表示，電訊網絡詐騙及電腦詐騙持續呈下降趨勢，反映出警方各項防治工作嘅成效。公眾防騙意識顯著提高，警方將繼續堅持以預防、挽回、打擊三者結合嘅應對策略，竭力遏止各類詐騙犯罪。陳司長特別提到，近年詐騙手段快速演變，尤其係今年4月底，本澳首次出現涉及 AI 深偽技術嘅詐騙案件。至11月底，警方已接報3宗個案，雖然未造成實際損失，但仍然需要公眾保持高度警惕。司法警察局亦喺今年5月全面升級反詐騙協調中心，強化應對能力。博彩相關罪案方面，較去年同期上升7成，至1737宗。相信與去年生效嘅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增設不法匯兌罪，以及警方根據該法調整完善咗博彩相關犯罪嘅統計範圍有關。至於衛星場將於今年年底結束營運或改變經營模式。陳子敬司長表示，警方已加強情報搜集同風險評估，暫時未發現可疑情況。又表示，本澳整體罪案數量持續下降，犯罪形勢平穩可控，社會治安保持穩定良好。保安當局將繼續對影響社會治安嘅各類不確定因素保持高度警覺，持續深入分析各類犯罪嘅發展態勢，不斷提升警務決策嘅科學性與執法部署嘅前瞻性，有效預防及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積極開展與鄰近地區警方及國際刑警組織嘅情報交流和執法合作，着力維護澳門社會嘅祥和穩定，保障公眾嘅生命財產安全。為咗弘揚警察精神，提升警隊嘅凝聚力同埋行動力，於12月15日，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舉辦咗2025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工作經驗分享會。分享會邀請咗嚟自保安範疇唔同部門嘅人員交流工作心得，分享佢哋嘅經驗成果。分享會上，保安司陳子敬司長、警察總局梁文昌局長、澳門海關何浩漢關長、校董會成員以及保安範疇各部門領導同各級人員代表出席，並喺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設有15個直播點，線上線下合共逾700人參與。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工作經驗分享會係推動警隊文化建設嘅重要舉措之一。本年分享會共有8位人員作出分享，分別任職於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不同嘅工作崗位。8位分享者以質樸嘅語言、真摯嘅情感講述咗各自嘅警察故事，令人感動。
喺真情分享之後，保安司陳子敬司長與分享人員交流，並肯定咗每位警務人員對工作嘅熱忱，指出佢哋都喺平凡嘅崗位上展現出不凡嘅堅守，體現咗佢哋對警察職業嘅熱愛與付出。通過本次工作經驗分享會，進一步堅定警察嘅職業信念，激發同袍發掘工作嘅意義同價值，從而更主動咁承擔責任，踐行警察使命，共同為社會嘅安定與繁榮貢獻力量。非常榮幸可以參加今日呢個分享會，好衷心感謝我嘅領導同埋團隊俾咗我呢個機會同埋支持。今日分享嘅主題雖然唔係我熟悉嘅領域，初期難免會有啲緊張。但正正係因為呢份挑戰，俾咗我深深感受到團隊嘅溫暖同埋力量。喺籌備嘅期間，領導對我嘅細心指導，同事們無私咁將資料同埋經驗分享咗俾我，耐心解惑，等到我可以快速上手今日要分享嘅內容，信心亦都一步一步咁建立咗起身。今次唔單止係一次分享，更加係一場寶貴嘅學習經歷。我深刻體會到跨領域溝通同埋團隊合作嘅重要性。亦都更加堅定咗我未來勇於突破、主動學習嘅信念。我今日分享嘅係新監獄嘅搬遷嘅經歷同埋感受。喺智慧監獄嘅時代，我哋希望可以透過智慧化嘅管理同埋人性化嘅服務，幫助更多嘅在囚人安心咁樣改過自新、重建新生。呢個就係我哋懲教工作嘅最大嘅意義同埋使命。再次感謝今次嘅分享會，令我可以同來自唔同部門嘅同事進行深刻嘅交流。非常感謝部門俾呢次機會我參加今日嘅分享會。分享嘅內容主要係我喺海關海上行動指揮中心擔任監控員嘅經驗，同埋一啲難忘嘅事。海域智能監控系統啦，就好似我哋前線人員嘅眼睛，協助我哋喺漆黑嘅環境入邊掌握狀況，大幅提升執法效率同埋前線人員嘅安全。而啱啱分享嘅3個案例，每一個案例都令我明白到，再先進嘅系統都需要人員嘅專業判斷、豐富嘅經驗、細心嘅觀察同埋永不放棄嘅態度。而呢段經驗對於我職業生涯嚟講，都係無比珍貴嘅。秋冬天氣乾燥，火災風險升高。今集我哋將會由消防局嘅代表為大家講解下家居防火嘅注意事項，以及當萬一發生火警時，市民應該如何逃生。係啊，消防局近日亦展開咗一系列嘅防火宣傳活動，提醒市民防範火災嘅發生。大家可以謹記小火處理、大火快逃、濃煙暫避、等待救援。遇到火警時候，最重要係保持冷靜，優先確保自身安全，同時判斷火勢。若個火勢較小，喺安全情況下，可利用周邊嘅水源或者滅火筒嘗試撲救。但要謹記，千萬不要冒險。一旦無法確定安全，就要立即停止，盡快離開。若果發現火勢已經擴大，或者蔓延到唔可以控制嘅情況，就唔好猶豫，要立即撤離。同時要保持冷靜，避免因為慌亂導致錯誤判斷。喺逃生疏散過程中，亦都有幾項要點係可以做㗎，包括帶備逃生3寶：住所鎖匙、手機、毛巾。手機用於報警或聯絡，住所鎖匙可以喺必要時候返回住所。毛巾用於揞住口鼻，避免吸入濃煙。離開嘅時候應關上大門同埋途經嘅防煙門。要通知其他人，可以利用樓層嘅警鐘打破火警鐘玻璃，啟動警報通知。如果冇警鐘，可以拍門或者呼喊方式提醒同層住戶有火警發生。逃生過程絕對唔可以乘搭電梯。最安全理想嘅做法係優先採用垂直疏散嘅方式，沿住建築物嘅逃生樓梯垂直疏散至地面層。逃生過程中可以保持低姿勢方式移動，避免吸入濃煙。再離開呢一棟建築物，去到空曠嘅地方。當去到安全位置時，盡快致電119或120通知消防局，盡可能說明你身處嘅樓層、單位位置同埋火勢嘅情況，讓消防部門盡早介入救援。另一方面，喺逃生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唔同嘅情況，要根據實際情況判斷及選擇安全嘅逃生路線。若果發現逃生嘅路線上已經滿布濃煙，唔好盲目強行逃生，用膠紙或者濕毛巾等攝好門罅，防止煙霧侵入。並隨即致電119或120通知消防局，詳細說明你身處嘅樓層同埋位置，保持通訊，等候消防人員救援。總括嚟講，發生火警嘅時候要保持冷靜，
小火處理、大火快逃、濃煙暫避，等待救援。踏入冬季，氣温驟降，用火用電需求大增，加上天氣嘅乾燥，引致火災風險上升。消防局呼籲市民及業界日常時刻保持警覺，並熟悉住所及工作環境嘅逃生路線。電器或插座出現異常、老化或損壞等，應立即停用。要選購符合規格的燃氣熱水爐，聘請專業人員安裝。排煙管亦必須連接至室外，使用時注意空氣流通。日常小心處理火種，切勿留下未完全熄滅嘅煙頭或者鳴響。業界亦都需要定期關注場所通風條件、防火設施，並切勿儲存過量嘅危險品。與此同時，為進一步加強冬季期間嘅社區消防安全意識，消防局近日再加大宣教力度，透過多元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識，包括舉辦多場消防安全座談會，與團體代表、社區消防安全主任交流，聽取冬季防火工作意見，以及加密防火宣傳頻次，開展防火安全講座、疏散演練等活動，提升市民應對火災嘅緊急應變能力，推動市民主動排查身邊消防安全隱患，營造全民參與防火嘅良好氛圍。消防安全人人有責，期望廣大市民及社會各界要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共同嚴防火警發生，防患未然，共同做好社區消防安全。今集嘅警民同心就到呢一度。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或者以往嘅內容，可以掃描畫面嘅二維碼，或者到呢一個網址瀏覽。再見。再見。